在1960年，台湾所出产的土炭，把创下400万吨年产量，也让战后的台湾经济起飞。今嘛，这炭工存不到2万人，因大部分的人拢去抵着沙气。因也希望讲政府就爱听因的心声，规划相关的津贴。故事无人听，写字无人问。上百位炭工伫炭工无瓦，讲出年老无退休金的心声。因伫咧5一劳动节即天，分别对家人、随访、并客甲苗栗组织伫咧立法院，希望依照农民甲渔民的退休机制，至少10个月有7500的津贴。台湾煤矿开采100年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矿工走上街头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们只是想比照老农或者老渔的照顾，或者是用一种特别条例的照顾我们。遮的人大部分拢掘超过30年的土炭，为咗人的肉体当年受石气病所苦，喘气愈来愈吃力。有一寡人虽望有重大伤病卡，医药费免家己出，不过因要是希望有养老金。以前还有自费哦，还没有申请那个10大病患的时候去那个挂号啦，什么全部都是自己自费啊，已经是末期了，能够吃哈，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啊，这样。在1990年代的时候，立法院有一个特别条例，针对尘肺病有一些补偿，但是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。民间团体表示，根据劳保局的资料，1961年到1985年25年期间，炭工申报的职业灾害案件有65万件，其中伤势较严重的残废给付有14000多件。不过，炭工表示，迄当时请领的费用有限，因望年老的生活要是会当有够额的补偿金，互因较好过日。记者阿敏珍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